位觀眾，你哋仲喺度，咁證明你哋冇 BNO 啦。仲留喺香港，大佬，你哋真係勇士，應該頒個留守勳章俾你哋啦。開玩笑啫，唔講邊度有得笑啊！好啦，我開始啦。玻璃心嘅朋友可以而家離場先，唔使等我開到一半先喊。隔籬有間 OK 便利店，買包紙巾先啦，因為你哋一陣一定會用到。近年成日聽到啲人講，香港人移民走咗好多淤血。喂，大佬，喂，真係對淤血呢兩個字有誤解啊？咩叫淤血？淤血就係塞住血管唔流動，唔供氧冇用。但走咗邊啲人？走咗社工，本來幫人排壓勸嗌交救青年。走咗教師，仲要係有經驗有熱誠，唔係補習社網紅。走咗醫護，日日 OT 10幾粒鐘，仲忍得住冇碾死個老細。走咗中產，有老公有稅交，有仔女要栽培。社工走咗，香港剩低邊個啊？啲街坊嘈交，冇人調解，最後報警，警察嚟到，你哋係民事爭拗，我唔理啦。結果兩公婆打到上 ICU。教師走咗，換咩人上堂啊？換 KOL 教書。啲學生上堂學咩啊？今日教大家點樣開直播掃人。明日考試題目係點用 AI 寫功課啊？家長問點解啲細路咩都唔識？校長話識做 KOL 就得啦。香港未來係創科、創傷科學。醫護走晒點算啊？唔怕，換血。換咩？換啲大陸新鮮護士。病人話護士，我心臟病發緊。護士話心臟藥我唔識，但我喺小紅書見到有一味綠茶加檸檬加熱水，好多人話 work。結果個病人心臟病冇醫好，皮膚仲變白咗。香港醫院以後就變咗美容中心啦。最慘係中產走晒。中產係咩人？有勞工，有仔女，有稅交。你笑佢哋死蠢買樓，但係人哋至少肯供樓，肯交稅。而家走晒，剩低邊啲啊？就係日日賭馬買 Mark 6，輸晒就賴政府唔派錢。結果香港財政點算啊？唔怕，我哋有辦法。隧道加價，電費加價，巴士加價，遲啲連空氣都加價，吸一頭5蚊，唔好賴談啊！呢啲係咪辦法總比困難多啊？嗱，我冇影射邊個啊，我只可以講係一位好有特色嘅女士講過嘅。仲有最絕嘅係，政府居然當換血係補血。喂，成間公司啲有經驗嘅經理、會計、工程師辭職晒，你老細話唔緊要，我換血。換咩啊？我個表弟佢中三畢業 ，Excel 未開過，但係打機好叻。咁你份財務報表唔會出錯，頂多變咗 Minecraft 地圖啫。喂，如果呢啲都叫淤血，咁香港最健康嘅血液就係啲地產商。咩叫流通？日日幫你加價，加到你心臟梗塞。換血唔等於補血，係換 DNA 啊！香港原本係 O 型通用血，人人捐得，多元共用。而家換咗 B 型血，日日 B 啊！唔好問咁多，聽話就得啦。咁你話個身體點健康啊？你屋企隻狗死咗，你買隻貓翻嚟頂。鄰居問隻貓睇唔睇到門口？睇唔到，但佢會瞓。咁有咩用啊？賊嚟到仲幫佢開門。所以香港而家最大嘅問題唔係淤血走咗，而係骨幹走咗。社工、教師、醫護、中產呢啲人先係社會嘅支柱。換血換嚟換去，香港最後只會變成一具行緊但冇靈魂嘅屍體。講真，我哋而家唔係換血，我哋係食自己。